歡迎嚟到花詞物語嘅創作指導影片。今日我哋會一齊創作花框蝶舞，一個連結內心與環境，透過花材表達情感嘅療癒作品。首先準備工具，包括保鮮花專用花剪、鉗子、熱熔膠槍，亦可以用酒精膠水代替，矽膠板、蝴蝶以及相框。花材方面，我哋會用到噴泉草、桔子葉、翠線葉同一朵保鮮花玫瑰。首先處理主花，輕輕握住玫瑰花頭，將花萼以下部分剪掉，然後用熱熔膠槍於矽膠板上慢慢擠出大約5蚊硬幣大小嘅熱熔膠。接住將玫瑰放喺熱熔膠上，再用鉗子慢慢將花瓣由外向內撥開。呢個過程唔需要急，慢慢感受花朵綻放嘅狀態，就好似自己內心一層一層被打開。靜止5分鐘後，將主花與矽膠板分離，再將剪落嚟嘅花托反方向咁貼喺花瓣外圈，修飾開花後嘅形態，令作品更完整自然。完成主花後，就可以開始自由創作，利用熱熔膠或者酒精膠水，將唔同嘅花材隨心黏貼，跟住自己當下嘅感覺去排列。創作時可以留意花材避免太貼近畫紙邊緣，四邊預留大約1cm 空間，令畫面更有舒服嘅呼吸感。有人話花若盛開，蝴蝶自來。當我哋願意靜下來，與當下連結，內心自然會揾到屬於自己嘅節奏。呢個作品並冇對錯，亦唔需要批判自己做得好唔好。重要嘅係喺創作嘅過程之中，細心感受自己，聆聽內心，亦感受每一片花瓣，每一種素材想同你講嘅說話。透過雙手與花材接觸，慢慢讓情緒流動、沉澱，再重新轉化。然後將一隻蝴蝶接出立體造型，蝴蝶嘅方向應該面向盛放嘅花朵。最後將畫紙與相框合併，反轉相框時記得輕力小心，避免壓扁花材。願你喺創作之中唔單止完成一件作品，更能夠重新連結自己，聆聽內心真正嘅聲音。當你願意打開自己，美好與答案亦會慢慢向你靠近。